創免費食。點樣免費食咧？Pattaya 都做唔到。做唔到。係啊。有啲人要我俾錢㗎。坐過少少免費食。我免費食真係錯喎。睇得清楚。好，較光啲。唔該。好。嗱，其實我哋呢個產品咧，公司咧好好。嗱，獎金模式，其實咧佢得3個配套嘅啫，一個11,000，一個77000，一個咧就34萬一，有咩分別？只係咧，如果11,000咧，我哋賺10蚊；如果77000咧，就係賺30蚊；34萬一咧，就係系統領導人就賺20倍，200蚊，係賺嘅錢唔同。假設咧，我哋當11000蚊啦，買套產品11,000蚊，咁如果介紹一個人咧，就有20%，大約1836蚊度，係啦。咁如果咧，假設我哋成功介紹2個喺下邊嘅，咁公司咧佢就會一個叫做派息分紅，即係免費食。點樣免費食啊？咁公司嘅11,000蚊咧就等於1200個 PV， 咁係美金嚟㗎啦，乘7.8即係9360蚊。咁咧，佢就全球每一日個營業額10%派俾所有合資格嘅會員個戶口，直接派翻9360蚊。咁即係話我哋求其分享，或者而家我哋公司咧最新咧就2套幹細胞，一套咧就係全面改善嘅，另一套咧專針對肝嘅幹細胞。脂肪肝如果食半年到1年咧，會冇咗脂肪肝。預防肝硬化，係啦。好啦，第3個獎金咧就叫做先機獎。公司見你，你睇啱呢個生意，你早啲入場。假設你上邊擺落嚟1粒，或者自己介紹1粒，都有2個4美金，大約18蚊港紙度，係啦。咁佢呢一個咧見點獎，唔好睇佢0.2%喎，但係佢下邊咧係20層，20層咧唔做嗰啲咧就壓縮咗㗎啦，20層。如果係層層排滿晒咧，呢個獎金佢哋如果排滿晒，佢都差唔多有佢講到係講到5個18千萬啫嘛，500萬美金排滿晒500萬美金。其實呢個係大獎金嚟嘅，不過就係排滿晒咯。咁另外咧一個咧就係見代獎，見代獎就係我哋自己直接介紹嘅。譬如我介紹 Simon 啦 ，Simon 直接介紹阿 Trio 啦，咁樣我哋係直係嘅，咁都係會分到呢個0.5%，係啦。咁每一個就係有大約10幾蚊港紙度咯。總之咧，我哋呢一個生意咧，我哋唔做坐喺度都可以收嘅。另外咧一個組織銷售咧就係一個對碰獎。係啦，對碰獎。假設如果我介紹咗一個Simon，一個 Trio 2個，咁我哋2粒咧就對碰120蚊美金，唔歸零嘅。咁240蚊介紹一個人，再加120蚊美金，即係我哋閒閒地介紹一個人咧就360蚊美金。Trio 360蚊美金係幾多錢港紙啊？2800到啊！係咯，即係我哋11,000蚊，我哋介紹一個人就賺2800，輕鬆鬆。同埋呢個價錢入場咧唔會太貴。仲有喎，佢呢一度俾 Pattaya 嘅幹細胞咧，佢哋聲稱係要食到10粒或者15粒一日㗎嘛，一樽60粒，可能幾日就食咗2000幾蚊喎。但係我哋呢一套產品6支，每一樽66粒咧，就食99日，食咗99日咧。頭先我都講過個後遺症就會後生咗咯，即係好似我媽咁，食咗2個月，佢嘅精氣神喺度，腳行唔到嘅喎，因為順得翻30% 嘛，都行唔到上牛手山，你就知道有幾高啦，係嘛？今日 Raymond 兄食飯都有透露過自己嗰個芳齡㗎，完全估唔到㗎，係啊，係啊。如果 Raymond 兄，如果你食呢個幹細胞咧，你呢一個咧算係叫做白食，佢呢個咧有案例咧白食都會好住，係啊。係真係有咁嘅案例㗎，可以查翻俾你哋睇。同埋咧，佢呢一度咧有一個咧伯樂獎，即係譬如我哋下邊攞到嘅對碰獎金係有即係有4代壓縮嘅，都可以攞到5%。即係唔覺你個團隊大咗之後咧，你啲獎金咧好似啲錢飛埋嚟咁。嗱，開始咧點解會入呢一個咧？其實我係去新加坡考察咗，我真係去咗公司，我真係入會嘅。即係我食呢個產品，我阿媽食得好啦。究竟間公司係咪真係咁有實力咧？佢哋公司真係好有實力。
因為即係呢個朗豪坊 office 咧真係唔簡單，一個月幾十萬租，同埋咧好多電商跨境平台咧，譬如 iHealth 嗰啲咧，佢哋都係網上做嘅啫嘛，冇實體店噶嘛以前。但係佢一落到嚟香港咧，已經做一個實體店，佢係想做得長做得遠呢間公司，睇到佢嘅實力。好，另外咧就一個感恩獎。嗱，我哋呢一個產品好處咧，頭5個獎金咧唔需要重銷嘅，去到第6個獎金啦，第7個獎金，第7個獎金咧就係話，如果我哋嘅細區裏邊咧係有10粒嘅介紹到，不論係你下邊介紹或者自己介紹咧，升咗去鑽石嗰一級咧，佢就可以咧全球分紅，每一個月嘅月尾咧就會攞10% 出嚟派俾10個唔同職級咯。如果係鑽石就1% 咯。如果譬如6鑽咧，佢就係3%，前邊嘅級數都可以派埋嘅，係啦。咁咧仲有重銷，重銷就話啦，如果譬如我哋想攞到第6、7、8 3個獎金，就係3個月重銷1套就可以攞到個獎金咯。同埋重銷咧，我哋就有8折優惠嘅，係啊。咁啊獎金我大致就講完啦，係啦。咁佢好處咧就係唔歸零，即係你對碰咗個分就用咗啦，未對碰嘅就唔歸零，唔會強迫人哋重銷啦。同埋咧，你慢慢做又得，快啲做又得，係啊，好方便。咁會唔會有咩問題啊？嗱，今日講 Future Vita 啦，如果我哋買11,000蚊，食3個月嘅，咁咧就第一個獎金。如果我哋介紹俾一個朋友咧，我哋就有240蚊美金，跟住。我哋如果介紹俾第二個朋友咧，我哋就有360蚊美金。咁同埋咧，就成為一個合資格嘅會員咧，就全球嘅營業額10% 咧就攞出嚟，每一日派翻俾客人，就派翻俾9360蚊派完為止。所以介紹2個朋友就免費食㗎啦。咁跟住咧，先機獎就係你越早加入，咁咧就可以咧越早着先機，就可以咧下邊每一個人擺落去介紹或者自己介紹咧，都可以大約攞到18蚊港紙一粒咯。跟住建代獎即係自己直推嘅，咁呢個建代獎呢個咧就應該係可以攞到0.5% 1200 PV 嘅錢，就係每一粒。跟住組織銷售咧就係話，如果咧我哋咧左右兩邊對碰咧，每一粒咧就可以攞到120蚊美金。跟住第6個伯樂獎咧就係咧下邊嘅人攞到嘅對碰咧，可以4代佢哋嘅對碰5% 都可以攞到嘅。跟住第7個感恩獎咧就係、如果咧細區介紹到有10粒或者自己或者上邊擺落嚟都得嘅，咁咧就10粒就可以升為鑽石，就可以攞到全球每一個月嘅分紅10% 營業額，就派俾啲10個級別。跟住第8個重銷咧就係話，如果自己重銷咧就係可以有8折重銷就完成。好，好，咁你等俾我哋咪得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資料可以發放俾你哋。